好多香港朋友會問，想喺深圳嘅南山置業，要地段靚嘅，交通夠快，返香港夠方便，仲要夠保值穩陣嘅，究竟揀邊個盤呢？今日華女同大家推薦一下啦。南山華僑城嘅核心大盤綠景白石洲景公館，絕對係香港人嘅跨境自住資產配置嘅首選嚟㗎。咁首先講交通啦，項目距離白石洲地鐵站先600米嘅距離，坐擁4線地鐵3站雙樞紐，接駁深圳各大口岸，過關返香港都超級快㗎。日常往返深港，跨境生活零壓力啊！地段方面嘅話，更加就冇得彈啦。坐落於森林大道嘅黃金核心位，屬於南山超級科創走廊嘅核心地段，自帶40萬平嘅大型商業配套，商場、餐飲、休閒一應俱全噶。咁比落世界之窗、歡樂谷，配套非常之成熟，周邊又夠晒繁華喎。而且呢度係南山核心區極稀缺嘅70年產權公寓，45平到180平多戶型可以揀，而且戶都帶陽台、通燃氣、文水文電，戶型又夠實用，自住舒適度直接可以拉滿啦。咁支持落戶同埋積分入學嘅，全屋配備7000蚊1平方嘅高標準豪裝，配備大金中央空調、杜拉維特衛浴、豐泰廚具，非常多嘅國際大牌交付啊，拎包就可以即刻入住噶啦。咁總價先230萬起步嘅啫，單價嘅話係南山周邊二手房嘅1/3到1/2，核心城區超低門檻，對比香港寸金尺土嘅房價，呢度嘅低投入、高配套、升值空間又夠充足，適合長期持有、收租保值，咁都係非常之穩陣噶。想低成本扎根深圳南山嘅配置優質資產嘅朋友，呢個盤嘅話絕對唔好錯過啦。有興趣嘅話可以私信俾華女，帶你現場實地睇樓，領取港人專屬優惠。